酒米饭食加一物是什么？粗粮啊，五谷里面那个粗粮啊，这样鲜味才够啊。米饭那个太精致了，要有粗粮，粗粮和大米搭配。粗粮和细粮搭配1:1哦。现在提倡吃素了啊。粗粮、细粮。馒头那个糖分太高，糖尿病者不要吃馒头。粗粮加大米，1:1。酒米饭时加什么？粗粮，比例1:1。现在提倡吃素了啊，素食环保，还有防疫。素食环保救地球，还有防新冠肺炎病毒。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官员说，新冠病毒要依附在动物性的脂肪才能够存活，吃素就比较没有动物性脂肪，吃素才能够防疫啊！吃素有帮助防疫。